最近 Me Too 运动在台湾讨论度正高，中华梦想馆就举办一场性别讲座，针对身体自主权、性别的刻板印象来讨论，希望宣导正确的性别观念。我们现在女生有话语权，所以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跟不要。除了宣导身体自主权，两人互相有意思，嘛无代表会当卡来手来。也佮有社会上常常出现对男女气质的传统印象，事实上气质天生自然，无应该受限制。最侪人拢会想讲啊，长头毛的、穿裙的，然后改粉红色的，就是查某啊。然后短头毛的，然后看起来较大张的，迄就是查甫。其实咱生活旁边的最侪朋友里面，嘛毋是每一个人拢生甲拢共款。听课的民众嘛来分享生活中捌拄到的性别议题，经过老师的分享讨论，大家的想法嘛开始有改变。我曾经帮忙给我2个儿子，我说，假如你是第3性别的话，你先投脱头这个，好，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好啊。我感觉即点今仔日上课有讲到，确实是一开始我嘛感觉阮爸爸就是爱去上班，阮妈妈就是爱单纯甲阮顾。啊，原来这嘛是一个歧视啦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台湾社会其实也有真侪所在需要落实性别平等，不管是家庭、工课场，甚至是外表、穿插，拢应该有更较开放的态度，尊重别人，做伙实现性别平等，创造友善的环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